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哋係市道視頻，今日係2025年嘅11月15號，而今日嘅內容呢，就同大家介紹一個我哋原創嘅指標，即係恒生指數嘅每週指標啦。我哋所有嘅指標呢，都係自己原創嘅，所以全部都係用咗好多年時間去研究出嚟，所以真係血同埋淚嗰個成果嚟㗎。請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請訂閱我哋，同埋盡量睇呢條片咧播到最後，因為 YouTube 係非常之重視大家睇片嗰個持續時間㗎。好啦，講翻我哋今日嘅內容，就係每週指標。佢係用嚟咧預測恒生指數每個星期嘅升跌嘅。我哋睇下呢個指標咯。我哋睇下今年2025年每個星期佢係點樣預測㗎啦。呢個指標就係咁樣嘅。OK， 藍色嗰啲就係啦。中間有條黑色線嘅，逢親個指標喺上邊嘅，喺黑色線上邊嘅咧，就表示佢預測呢一個星期佢係預測恒生指數會升。如果係黑色線下邊嘅咧，例如呢度，佢就預測恒生指數咧呢個星期會下跌。好，另外咧就注意嗰個長度啦。個指標越係長咧，就表示例如呢個咁樣，佢個指標呢個指標係最長噶啦，佢就表示佢呢個上升嘅預測咧個機會就越高。呢個預測都係預測上升，但係由於佢比較短咧，咁所以佢能夠上升嘅機會咧就比較細啦。得唔得？好，我哋睇下2025年嘅情況啦。呢個就係啦。咁呢張圖咧就去到2025年11月14號星期五嘅呢個 ，OK。咁即係話啱啱去到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啦。好，咁我哋睇由年頭開始睇咯。年頭第一個星期呢個指標咧就預測恒生指數第一個星期係會升嘅。OK， 好啦，第二個星期由於個指標係向下啦，所以佢就預測第二個星期咧係會跌嘅。好啦，好快咁樣睇到最近啦，呢一個星期係表示乜嘢啊？2025年11月14號星期五結束嗰個星期，佢就預測呢個星期咧係會升嘅。咁呢啲預測其實係喺幾時佢做出嘅預測嘅咧？即係話剛才呢張圖表係幾時做到出嚟嘅咧？原來啊係喺2025年都未開始嘅時候，呢張圖表咧就已經做咗出嚟噶啦。即係話呢啲預測啊係喺2025年未開始啊已經出晒呢啲預測噶啦。好，咁呢啲預測準唔準呢？如果睇佢準唔準，當然要睇翻下同恒生指數嘅比較啦。上邊呢度咧就係恒生指數嘅陰陽燭，係恒生指數真實嘅情況，佢真實升跌嘅情況。好啦，我哋睇翻下個預測準唔準咯。恒生指數第一個星期嘅預測係會升嘅，但係恒生指數真正嚟講咧係跌嘅，所以第一個星期嘅預測咧係唔準確嘅。好啦，第二個星期咯，第二個星期嘅預測咧係跌嘅。原來恒生指數咧真實表現都係跌，所以第二個星期嘅預測咧係準確嘅。好啦，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哋唔逐個星期講啦，請大家自行去比較究竟準唔準啦。我哋好快咁樣睇到最近呢一個星期係啦，即係啱啱過去呢個星期，亦即係
2025年11月14號星期五結束嘅呢個星期，恒生指數咧係預測係升嘅，而真實表現咧都係升嘅。OK， 咁其實呢一個星期啊係升得好緊要㗎。OK， 捉得到咧食7-8點咧，其實完全係可以㗎。OK， 甚至更加多都得啊。好啦，如果統計翻成年咧，佢呢一個指標嗰個準確程度咧，大概係70%。OK， 其實每年大概亦都係呢個數噶啦。有啲年份咧係高啲，有啲年份咧就低少少。OK， 大概係70%啦。咁但係大家諗一諗，如果能夠掌握到70%嘅準確程度，大家喺恒指嗰度獲利啊，其實係可以賺到幾多呢？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啦。好啦，講呢啲預測 ，OK 係講到呢個星期。喂，但係呢啲全部都已經今年發生咗㗎咯喎。咁下星期仲未發生嘅，咁下星期嘅預測係點呢？嗱，下星期嘅預測咧，原來咧都係升嘅 ，OK， 咁我哋睇下下星期係咪真係升啦？但係大家留意咧就係，雖然預測下星期係升，但係見唔見到個指標嗰個長度咧係唔及得呢個星期咧咁長嘅？咁即係話下星期上升嘅機會率咧係唔及得呢個星期咁高噶啦。所以下星期我哋預測佢升。但係如果一跌穿咗下星期嗰個開市價咧，我哋就要小心啲啦。好，呢個就係2025年嘅預測啦。咁2025年最後嗰幾個星期咧，我哋冇辦法喺呢度顯示出嚟，因為如果顯示咗咧，就對嗰啲會員咧係不公平嘅，所以我哋唔顯示啦。咁我哋講翻就係2025年呢個指標咧，可唔可以用翻喺2026年咧？咁原來咧呢個大家睇到呢個指標咧，而只不過係適用於2025年嘅啫。出年2026年咧就有另外一張圖表，另外啲預測㗎啦。好，我哋做一個總括，就係呢個指標每週指標。佢個準確程度咧係70%，但係有一啲嘅少數年份咧，佢係唔會準噶啦。OK， 咁係邊啲年份咧？原來就係天災人禍嘅年份。咁乜嘢係為之天災人禍嘅年份咧？例如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同埋前幾年瘟疫 Covid 呢個瘟疫，呢啲年份咧，我哋就為之天災人禍嘅年份。咁逢親呢啲年份咧，股市嘅表現咧係同平時好唔同嘅，所以呢個指標咧就會唔準噶啦。咁但係咧好彩，天災人禍嘅年份咧，只係極少數，大部分年份呢個指標咧都可以保持到70%準嘅。嗱，呢個指標咧係好簡單易用，一睇就已經可以知道佢個預測咧係升抑或跌㗎啦。好啦，有啲朋友係想買嘅，想購買呢一個指標。咁而家有一個好難得機會啦，過咗咧就冇噶啦。嗱，呢個指標咧，我哋以一個2萬蚊嘅價錢而家出售。嗱，呢個價錢咧係唔會再有噶啦。同埋呢個價錢，呢個優惠價咧，公開名額只係限3個人嘅啫，冇錯啦，只限3個。咁係先到先得嘅，咁
咁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就盡快把握呢個機會啦。如果你想買咧，就用電郵咧聯絡我哋，就係呢個電郵啦。OK， 嗱，呢個指標咧，有啲朋友覺得好神奇，點解可以咁早就知道個升跌咧？其實呢個指標係根據恒生指數嗰個實際嘅特性咧而創造出嚟嘅。OK， 係非常之客觀，完全冇主觀嘅成分嘅。呢個指標咧係100%我哋自己原創出嚟嘅，完全冇抄襲。OK， 亦即係我哋只此一家。嗱，我哋透過呢啲原創指標咧，就可以透視到香港股市背後嘅真相，而且可以預知到風暴嘅來臨，避免中伏啦。嗱，希望大家覺得呢個視頻係有用啦。如果想攞到最新嘅市況咧，去到我哋嘅網站市道呢個網站。咁由於種種原因咧，我哋市道呢個網站咧嗰個更新嘅頻率咧就已經慢咗落嚟好多啦。咁呢個係客觀條件，但我哋會盡量咧能力範圍以內去更新嘅。咁請支持我哋原創，因為原創咧的而且確係一條非常之崎嶇、非常之艱難、非常之孤獨嘅路嘅。原創嘅痛苦咧，未自己做過咧係唔知嘅。好啦，請支持我哋市道視頻，請訂閱我哋啦。請推介俾其他親友啦，同埋俾少少精神上嘅鼓勵，就係撳 like 讚賞呢個掣。如果你有留言咧，係非常之歡迎嘅，尤其是建設性嘅留言。好啦，今日嘅時間咧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個視頻啦，再見啦，拜拜。